再来看高雄小港区的大拿埔，因为空气污染真严重哦，8当前就启动迁村的计划。这个土地大约有300公顷哦，经济部嘛规划讲要来开发，正做是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。大拿埔的民众早起是去市政府定情，因要求讲迁村甲开发应该要分开来处理，先互因迁村哦，要开发再搁开发。 当时的院长还有市长来参加大拿埔迁村座谈会，甲沿海6里民众会室内讲政府发展重工业造成当地污染，嘛答应会改善空气品质，加上若是迁村整体生活品质拢会中优来考虑。过了8年，大拿埔迁村还未正式迁移，高雄7节环评日前已经通过，规划设置的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又搁要环评，引发当地居民不满，要求迁村甲开发计划应该分开。 是也唔敢开始啊，要去也唔去，唔去也唔去啊，一直延，吼，延到当时唔知，如果没有成立，就不要签。政府想要伫当地推动着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，大拿埔一半土地伫内底，27号暗时将要进行着宽屏进前的公开说明会，民众质疑，甲宽屏甲迁村案绑做伙是要借此快速通过，民众嘛不满迁村的基定是一直咧拖延。我的主张就是。 这个迁村案爱安怎？切割，分开来。大家拢要较紧来迁村，大家拢希望迁村的条件会当讲个好势。但是市政府恁敢有听到？恁千万唔通用这个压力，想要讲草草了事。顶个月市长陈其迈受质询的时阵有讲到，大拿埔迁村案慢慢有共识。如果若较紧1档内底会当完成作业，马上进行拆迁补偿的程序。目前相关程序依然咧进行，若是民众质疑宽屏甲迁村案挂钩的代志，经济部这个进程也无回应。记者王丽婷、林昭宽高雄报道。